消息，连日继续来报上，咱先来看明仔载开始，台中、苗栗甲彰化部分的地区都要开始来限水的措施，送水5天，停水2天。都惊民众无水通用，自来水公司伫台中来设347个送水站，早起嘛陆续甲这个水塔安好势咯。这个送水5天，停水2天，除了一般的民众生活真无方便之外，这个做餐饮的业者嘛真无奈，无法度洗菜，嘛无法度洗碗，只有是改用免洗碗池，这是真无环保。啊，有一寡店面关起啦，公休生意袂做咯。水车才水管甲自来水加入水塔。4月7日，台中要开始送5停2限水，为着避免民众无水通好用，自来水公司伫各区里总共设置347个供水站。想要知道你家这个里的供水站在哪里吗？其实呢，只要用手机下载自来水公司的 App， 上面呢都会有告诉你们家的自来水的供水站在哪里，而且它的情况怎么样，是不是有水，上面也非常详细。自来水公司已经请各里的里长随时注意供水状况，水质用了就会派人来补充，请他们迅速的补水，而且那个自来水他们有说过，因随时家己嘛会来水。唔那民众用水会受到影响，做生意的嘛真烦恼。大家拢爱用真侪水来洗菜、洗碗。这间店拄好伫卖限水的北中华地区，有店家规期提供免洗餐具，嘛有人规期大告示停水就休困1天。礼拜6休改成停水的期间，星期3。一礼拜停水2天，影响袂少。不过中部地区的水情真暗，业者虽然无奈，嘛敢会使尽量配合减少用水，希望天公伯啊赶紧落雨，解除苦患。